台南大学国文系伫亚石岛文学馆举办毕业展，以城人作为展览主题发想，结合府城特色，透过城市内生活中的无同场景，呈现4当内所学的成果。把我们的文本跟展区做结合，那每一区都有一个主题，就是像家跟信仰啊等等之类的主题。那我们把我们的文本融合在展区里面，这样大家可以有比较沉浸式的体验，就是不用一直关注文本。老街康熙公岛是大家对安平的印象。展览透过歌诗、散文、小说等文体，除了让观众沉水式的体验，嘛展示属于家己的青春年华。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看星星。然后渔光岛其实是来到台南之后，我还蛮惊艳的地方，因为就是台北是因为光害很严重，我看不到星星。然后来到台南之后，就渔光岛就是整片都是星空，然后就很喜欢躺在沙滩上面看星星。把家己的大学生活回忆，透过文学创作分享出去，相当有意义。当中为着呈现庙宇场景，嘛特别请来一组妈祖来现场，甚至还佫跋杯兼签诗，看得出学生的用心。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。